你知唔知點解有啲人一開聲就萬人迷？我同你講啊，真係唔關性格事。有冇發現同一個場合，有人講兩句就全場靜晒聽佢講，但有人講到口水乾都冇人理。唔好賴晒性格啊，識唔識表達先係關鍵。唔識講嘢，代價大到你唔信。我識得有一個朋友爭公司主管位，佢業績勁過人，點知輸俾個能力普通嘅同事。點解？佢份 presentation 講到一嚿雲，大佬聽完呢都唔知佢強項喺邊啦。人哋對手呢，上台3句 KO，第一句講古仔 show 自己識帶添，第二句掟數據證明戰績，第三句話大餅講明點幫公司賺多啲，乾淨利落，老闆即刻拍手掌。現實就係咁殘酷，你叻到識飛都冇用，講唔出就等於零機會，分分鐘俾識 sell 嘅2打6搶走。想講嘢越講越有影響力，3個 tips 即刻要學識。一、捉重點，學識用總、分、總。今日教大家3招必殺技：邏輯、共鳴、說服力。一開口就俾人知你賣乜藥。二、識搞氣氛，學講古仔帶情緒。你估 TED Talk 點解咁好聽啊？人哋識用故仔同例子等你代入喎。三、加說服力，數據案例夾埋嚟。口才有咩用？你睇下李嘉誠、馬雲，邊個唔係把口啷個有？講到尾，識表達就係幫自己升職、升職、拍片帶貨、傾生意，把口就係你最勁嘅生產力。歡迎留言話我知呢3個 tips 邊個最幫到你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住 like 呢條片，因為咁樣可以幫你更容易揾翻呢條片，重溫重點。最後，如果你都想提升自己嘅影響力，同埋學識點樣用說話改變人生，就立即點入描述欄嘅連結去睇更多實用技巧。